有反佔中團體發起遊行，指佔中違法，又要求警方嚴正執法，拘捕參與佔中人士。實習記者譚卓希報導。我哋咧係反對佔中，我哋反對。大約200名着住白色衫、手持橙色氣球嘅愛護香港力量成員，由銅鑼灣出發遊行到灣仔警察總部，反對佔領中環行動，同埋支持警方拘捕參與佔中人士。我哋反佔中啦，同埋我哋要支持一個警察咧去執法，唔好俾啲人去搞亂香港咯。你覺得合理咩？佔中係合理啊？如果立法係經過咁多程序嘅，點解有法不依咧？呢個下一代點樣去行使呢個自由咧？活動召集人話：遊行終點嘅時候，大約有400人，希望藉住活動表達反對佔中嘅意向。我哋係手無寸鐵，我哋係冇嘢㗎。我哋能夠拎出嚟嘅，只係2塊布同埋氣球，亦都係可以去完成我哋要可以發表嘅意見，係同你抗爭咧係無關嘅。主辦團體遊行到警察總部外，將早前收集翻嚟嘅3萬份反佔中簽名交俾警方代表，之後散去。另外，一批屬於港島工商團體聯盟幾十個代表發起汽車遊行，分別乘坐30架貼上反佔中等標語嘅汽車，分批由北角出發到政府總部外抗議。代表話：佔中係非法行為，市民唔應該用佔中要挾政府。又話佔中會嚴重影響本港嘅治安同經濟，要求警方對佔中人士嚴正執法。政府派代表接收請願信。亞洲電視記者譚卓希報導。